立法院三读通过在违法的修正案，要调整各县市税金收入的分配，中央就要加拨3753亿出来给地方政府。行政院烦恼这新法会造成地方政府编预算的时阵三步走，嘛希望讲这钱拨给地方了后，中央的业务嘛应该爱交给地方家己办。仓促的修法情况下，它是贸然的改变现有的财政次序，是另外一个分配不均的开始。立法院会20日国民党甲民众党的联手之下，三读通过财政收支未分法修正案。行政院23召开记者会，讲出细节争议，认为新的法在水平分配之下，会扩大城乡差距，卡伫分配嘛严重弱化中央的财政，冲击施政的能量。部分的地方政府，它所获配的财源会超出它的税出所需要的。换言之，地方政府完全不需要去自筹财源，只要中央的挹注财源，它就足以指引它的一个支出，那么造成中央跟地方财政的一个不平衡。钱应该随着市选来移转，所以中央所承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业务，包括劳农津贴、劳健保、省立学校、省立医院等，将近1000多亿的这个部也应该要回归各地方。修法了后，中央爱加拨3753亿给地方。主计总处表示，地方的交通、观光、甲农业等等的建设，中央若无预算协助地方来支援，会影响台湾未来平衡的发展。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讲，烦恼相关工程的时间会去前调。很多县市的这个铁路的高架化，还有捷运的建设都需要中央很多的这个经费的挹注，而且原物料还在上涨。那我们很担心说，如果经费不足，那我们完工的时间可能又要再往后拖蛮多。法律嘛明定，新的法会伫公告了后3天生效。有风声讲，绿营可能会透过总统唔公布、行政院长唔复述等等的手段来反制，去互国民党批评是违宪。是要用行政权、司法权瘫痪国会，让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完全无法运作，实质要架空国会。借援国会吗？用立法院来瘫痪你的行政权，这些毁宪乱政的做法里面，我们相信，府院会有相关的因作为之外，人民是最后的关键裁决者。针对在违法拿着持续交锋，行政院敢会提出复议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讲，一定会以合法、符合民主的方式来提出救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